另外来看，中国福建甲广东落大雨做大水，有真侪所在拢传出有水崩山、桥断去，甚至是厝崩去的灾情。目前已经造成9个人死亡，17个人失踪。 极端气候发威福建的东部地区，拜六礼拜是降大水后，积水积到要1个人这么悬。龙岩市一台载10个人的中型巴士伫路林歹去，掉伫水的中无法度震动。赶去现场的救援人员是救锁和救生裤，引导乘客是分配疏散到安全的所在。知影当地有家己大的老人受困，救援人员嘛较紧打水过去，用按的方式把老人救出来。山区的土石流甲民家厝拢摧毁。随即 协调挖掘机等工程机械将救援人员送至倒塌房屋的顶部，协力将被困的老人抬至屋顶。在挖掘机的帮助之下，将2名受困老人缓慢地向安全地带转移。 今地方面，这2天是和中国福建广东严重做大水，部分地区在24点钟内是降超过370毫米的雨量，造成土石流引起崩山。另外，至少有17条河川中大水，在福建有约380栋的民家厝倒去，在广东是梅州县受创上严重。民众翕到这一直长的河水，甲河岸的地基冲甲拢无啊，互厝是厝去倒去，落落去河内面，看起来真惊险。 另外，这个民众拄过桥要去兑换，外头准备要甲路边蓝色的桶仔扭转去的时阵，却看到眼前这条桥一下就风冲甲转去。好在在伊和后壁的车是下副大洞仔，才无摔落去河底。当地民众形容讲，这波大水后，就亲像是对天顶直接倒水落来同款，真侪庄仔头拢变作水乡。官方的数据指出讲，福建和广东拢总有9个人死亡，17个人失踪。但是有民众去网络爆料，讲广东梅州的水库。 在16个半暝联合放水，造成一大堆厝风淹起，一堆人失联，死亡失踪的人恐惊比公布的加真侪。国际新闻张惠敏报道。